來係口語表達題。第3部分是口語表達題。口語表達題型的得分策略是，我們要根據題目的音檔，還有文字提示，用全客語回答問題。開始作答時，音檔會提示請回答，回答的時間有20秒，請充分利用時間作答。注意，如果只是照着題目的文字念，是不算分數的。這裡的策略是，先判斷問題的關鍵，接着確定題目的要求，例如對誰說，要說什麼，或者要說幾樣。回答時，我們要延伸合理的關鍵情境，人和事都要包含在內。這類型的題目非常挑戰大家的詞彙量，所以平常就要累積足夠的詞彙。提醒大家，客語初級認證的教材，除了題庫，還有一本客語初級認證基本詞彙，這一本也很重要哦。現在我們來練習一下。你看到咧，你下就真數，強硬加新鮮，講出最少3種鏡頭，請回答。一開始，我們要先判斷問題的關鍵，關鍵就是你看到。我們要確定題目的要求。一，對誰說？這裡是要對先生，也就是醫生說。你的回答要講出對醫生說的話。2，要說什麼？要說幾樣？我們可以看到題目要求最少3種鏡頭，所以至少要講3種。你可以超過3種，可以多講，但是千萬不要超過20秒的時間限制。這一題我們需要延伸合理的關鍵情境，這個情境就是對真數老先生講，所以你可以這樣回答：先生，我頭那次見流鼻水，還有發燒，可能看到咧。